係啊，各位聽眾，歡迎你人，這個禮拜到底嚟邊咧學緊你聽？sorry， 咱看你到底嚟聽邊咧學緊節目？這個禮拜我要介紹你人即係特別物件，就是講咧，若是你人興趣要對邊咧學緊誒，招咧就去 twitter.com/ 邊咧學緊咧，還是要對我本身親人寫 Twitter 咧，寫阿毛呢邊咧學緊我是咁樣寫學緊話呢啦。然後另外就是邊咧學緊答，唔是 sorry。講句，我家己本身咧是twitter.com/JohnOng 去對我人到嗰邊，然後有安怎咯？那這禮拜咩介紹我人嘅片到底嚟講學頭嘅故事啊？這禮拜，然後特別有人唔知學頭係咩事，我特別解釋就成，人哋我人是特別嘅邊老椒，有時咧唔知唔捌聽過有學頭喎，你是唔捌聽過學頭嘅呢個內字咩？啊，有時，佢點啊？有時斷氣，有時困氣。一斷氣，等陣，因為是困咧，一頭熱嘅白燈，咖啡。係咯，我做斷氣。啊，對，你唔係聽過學頭啊？你唔知學頭係咩意思啊？未曉啊！你未曉，你唔知學頭係咩意思啊？唔使。你大擺小事咧，你有聽？啊，少少啊，好聽。但小事告訴我先冇變啦，成個學頭啦，我成日講啦。咱出去捌聽過學頭啊，其他特別嘅比喻話我都捌聽過學頭哦。有啊。你有啊？阿莫丹。有。阿咪。你捌聽過學頭這內字哦？係咩意思？有啊，tapi sangka冇 experience 過人哋講咯。不要緊啊，你大日 daily 都是 experience 學頭，咪叫我講講上面咪叫。是 experience 嘅唔知呢。學頭嘅意思是唔是成日講 embarrassing 嘅啦？成日阿毛是講 embarrassing 嘅係即係歹勢，做咗只歹勢啊，落勢啦呐。冇只對嗰時冇依個小事啊，冇咪小事啊是往時你成日做你出來啊，成冇變啊呐。特別學頭是較就是你家己歹勢啦呐咯。家己做家己歹勢啊，嚇！還是別人做你歹勢咩使？嚇，別人是做你歹勢，學頭告訴咩使？成個放西路看，嚇你咪見啦，老趙呢？實當晚我係真係好笑嘅個亂。OK，你講先，你講。誒，當然啷安啊未？安啊！死我個唔知。誒，我個亂就當叫學頭。我講啊，你就自己笑啊！我人查某特別去做 Pap smear 嘛係哦。嚇 ，Pap smear 是佢你去靠阿崩。啊，靠阿可能看阿崩嘅啦嚇。去靠阿崩。那時啊，然後我去時啊，doctor 講啊，哎呦，我人跟你無 nurse，伊講可能就，我講無 nurse，我講你未做咩？我妹啊，那隻陸軍嗬，伊是 Asian 嚟就一個少年人咯就，那伊成歹勢可能就，那我無管你啊，我講啊，伊講啊，你未捌過來咩？我講未啊，未嘅 leave 咧，我未嘅leave 啦嚇，放假可能節啦，那時講啊。而家OK 咯，香港咯就，所以嘛是我咪偷位殼咯我尋位地殼白偷咯就，偷咧要你一個部好啊部冚位地面咯就，你咪叫位殼冚位地面咯呀，你一名稱你是我邊阿邊嘅咯就喲，你先咪冚咯呀，冚咧是啊，我咪做好了物件咯，咪起來咪請位殼咧，喂地殼冇去咯就喲。你點解你隨步啲地球去啊？我冇去喎，那時我同伊doctor特條行走嘅嘛，係往尾前靠到邊嘛。我咪看下白起名稱，看到只陸軍嘅名稱嘅管嘅嘛。白嘅名稱看，伊地球拔到都去別嘅㗎，你名稱。你棚牛妹？你話問啦，佢加叫你老公講，你講嘢我係地球起來會使，我問佢加，我對呀冇請地球對你。你不要緊啊，這不要緊啊，跪啦一兩跪一啊，你這哦，後來我行跪嗰邊介時，我隻骨不跪嗰邊啊，我跪嗰邊時啊，一邊個嚇起你這哦，你話啲時候，哇死啦！伊人報名稱嘅時咪係我係地球咯。妹砌住玩啊啲阿妹，一個啊，我講過一個哦。你個愛困個，你俾講了走去困咯。
嚇，唔要緊啊，無啊，等我當叫我哋靜先一朝就死就死。OK，下白人講白人講一個輪到對啦，你講啦，你成日就你咪講下咩物件，有兩正出住嚇。我發 because 我嗱用我 iPod 嘛。哦，你講啦。iPod 都明啊。明。嚇明啊！我去叫喂係咪 charge 下路人講。嚇 OK，แล้วก็จู่ๆ有即小事我頭會告訴我正。lesson。嚇，讀啊！你都未記咩？同我講呀。佢嘢告訴嘅。你是不是頭？你是不是安怎？你咪講，但係嗰時講鬼係未使嘛？但係嗰時講你照病嘅使事啦。你人講，嗰時講人冇聽到係鬼 episode 啦。你กำลัง explain 佢，你直接是你去咩ประหิมาตัน嘅啦。ตัน嘅啦。แล้ว是咯，我搬咗直播看到鬼啊，搬咗多看啊，慘咯。你安怎係翻咗落課呢？你安怎係？掉殼，你想愛去紅有沒有？冇啦，是你驚嘛？你把你姑姑叫你走啊嘛？姑叫。佢特別你成日放掉嗰時，你知你照已經出嚟未？你看到是？出一半了，別打出一半時未行，可能照。那。所以你冇可能成個水安尼看被 cut off。嚇，你被 cut off 啦，照就近靠亂嘅嘛。所以你是看到嗰時，你就卡掉嗰時，你直頭，哎呦，走去嗰時你照那條出那條走掉啦，嗱。是咯，個事情並嘅課。一並嘅課唔是一大嘅咩？啊，no，唔知就情不落去哦。伊並課是照嘅嘛。哦，照啊！對嘅。哦，特別別見到有寫過，我那是去做咧，不是乜單的，那是比較超級下面考都是一嘅，都是 lesson 嚟考。就是講咩 A 哈，就是講八卦。冇啊，我八卦路咧。我古早啲邊咧是坐摩托車點聲，咧有時成日咱人無開火喎，咧邊仔嘅摩托車，伊人會甲你做一個手勢，講無開火係咪啊？咧有一日咱行，喺你木頭前嘅摩托車就做一個手勢，我講伊講阿咪就唔知，講唔是啊，火嗰啦就 daytime 嘛，就熱嘛，就唔免開火，咧無插伊，嘛再教我愛去迄個位嘅意思，嘛是叫我講後尾無叫拖來唔去講。是咪 try 嚟㗎？你講嗰啲。是講你講伊嘅手勢是講安尼講後伊做後尾啦，安尼講搖起。哎，好笑！微娃娃你學頭嘅告訴你啲隻嘛？拍攝 moment 啊，對，大家。我知道是你嗬，我就到架車嘛，แล้ว student 就จะ拍戲啊，แล้ว我嘛 start แม่咯，แล้วแม่ก็จะตัวเสียวแล้วจะออกรู้จักแล้วว่าจะเป็นแม่จะเป็นแก่啦行去啊，你看到嗬，你行出去外口啦嗬，suddenly 頭殼骨都出。我未諗未個直播時可儲落去喎，你佢唔要緊，然後我就好彩邊啊時邊啊時咧停啊嘛，然後我就掠掉咯，掠掉咗嗬，你攰你班掂去掂，冇人笑，冇人家笑，然後我慢慢徛起來啦。問題是，這個代志你學㗎啦，人冇去講起，知道是因為佢學㗎啦，人唔敢笑嘛。然後記得是你後哦，แล้ว對面嘅 student 是 standard 5嘅嘛，แล้ว我教 standard 6嘅嘛，แล้ว記得是你後啦嗬，แล้ว standard 5嘅人嘛變 standard 6咗咯對，แล้ว有一個 student 伊講。老師啊，我們呢以前呢讀對面班的時候啊，我們看到你跌倒了那些，好笑。
一年後啦，伊人個會記。誒，你問講一年後，我畢業到 high school 20年啊，特別我唔知 form 2嘅時候，佢就先生把多個記過到嘅。我係班嚟啊 Hello，我哋 hello Hello， hello 歡迎，歡迎 ，Hello，聽到？聽到，你 come 你 live 先，你 come 嘢未？係咩？我都冇開。你是最介紹啫。哇！我看呀，我看嘢咯叫。我看呀，歡迎。誒，那我看呀，你先個餅起來，頂到是冇餅嘅，頂到就是對。你用新 internet 啊？冇啊，是咩？有啊。當然嘅餅哦。我咪想啊。當然嘅餅，你後期你等陣你笑就就乜人講咩下，即係阿 Vivi 我拍到落頭下，你係。我呢兩講就係咩嘅？我頭。啊，OK。OK，你我就你學看有冇就係我頭講笑你學看。我都真係好似是講，你哋罵人嘅時罵嘅一半，我哋講破咗。就是講，你基本掉車鏡，你個基本愛頭笑咩？我家己歹勢啦，我是徛起來了，我就注意看，有人看。上條伊人直接笑的，特別互我打去。我頂當時我班到時咧，我最學等嘅先生啦，一隻派本嘅啦，一換啊先生嚟，一背咧爆頭咧，一行過我班咧，我班咪是梅，了開梅條，了是藤啊，了個梅你看到咯，所以你就看到伊行過梅，行過一時過藤啊，時咪是看到半身嘅咯，行嘣冇去。一頭冇去，你就一個爆頭嘅時候，一爆頭嘅時候，你看到伊嘟到呢，嘣落去，等下冇嘢啊！你睇你先下，佢走起來，你先佢下嘅。升降梯，他的你冇去升降梯。就冇一條，一是升降梯，一是條落去就即坑啊，你就笑去。再有咁巴冇咪哦，有咁巴冇咪哦，冇咁巴冇掉。冇咁巴冇呢時拔刀，特別拔刀嘅嚇，一上就成成滿拔刀都流退，一噔落嚟就。下次人就講咁巴冇呢啦，我係俾人講。一大流退拔刀噔嚟。呀，你講，伊suddenly嚟講做冇啲啊，你人安怎？我冇看見一個人看到呢，我是有看出去過，可能夠看到的嘛。你就蹦啦，你真係試過先生教咗車，你咪是別使講成個笑出來係咩嘛？你是點，你咪點，哦死唔使講人講，你看到一保險一隻一隻咗隻嚇，係頭個起來就對一個在就嘅驚你講。你講這個事啊，好唔是真好笑嘅。伊講伊suddenly嚟講冇啲去。我同你講，我 colleague 啊，一直 office 係為啲傾偈咯，傾偈，實在啲我攰啦，紅。教醫乜多呀？教醫自己。好笑嘅，你講我講一節話先，哦，一聲，哦，我呢個紅，係啊，嗱，一看到你看到我講起啫，未反應才未，快笑死！你邊說人拔刀事啊？嗱時就好笑啊！做咩人拔刀時就好笑啊？一邊啊，你讀書㗎了，咪俾佢會，你嚟笑。下次啊，做咩？我冇乜掉過，你看借條碰落去。落去頭家，講啊！安怎掉？本次講我啦，紅香喺你面前截去咯。long 邊本有驚咯，淨係我 face to face 你個朋友講我驚，頭前這裡邊唔使浪，啲嘅浪嘅會。都放你，人講都浪教我半吊過，有時講我，誒，人做朋友講做保尖去咧，落去浪教我去浪教。你真係論盡你啊！你真係論盡你係乜講啊？古早嘅事啦。
等陣我冇介紹過啦，特別嘅邊個嗰個，但係有時個人講就係人聽到會話講到啊嘛，แล้วก็幫助ลูกคอและแสดง聽到แล้ว八卦就話特別嘅邊咯，แล้วก็จู่ๆ個話個แต่มาบอกลูกก็ join ว่า人ขอขันยาแล้วก็阿莫丹個จู่ๆ啊，個有即個八寶冰嚇，八寶冰嗰條，八寶冰嗰八寶冰你有學頭告訴我。錄個機，錄上學生錄個機，不如使別人看到人學頭告訴我，使。我講聽，上寫變 normal 嘢。你個小塊啦，你成個你阿莫打，成個你木個八關，可能個浪到表咁吧。我講嘅成日都係有種。係，我近日有講。但係我唔是講壞啦，講爛嘅其實。嚇，冇話病啊。可以，因為我唔知你都冇聽過啦，呢度 SS 都嘅代志你都冇聽過啊？冇話病。冇講過。唔係啦。OK 咧。我就等我常常大多出去啉糖水是咩啊？叫咩啊？去食糖水啊！食雪茄啊，去食糖水啦！我哋去食雪茄去 SS 度嗰啲就為食雞啊！對。OK，你大多時就去阿妹去嘅嘛。咁我哋就我個姨尋夜波咯，三人咯。落腳嚇，老家嘅，OK，然後我哋晒喺度吃啊，然後我依樣就成路啊，成咗個笨笨咯，冚梅喺度，你哋行，伊唔知行去到路就，我白話係你店為本啊，你伊就唔知行去到路，那冇看你來的就，你徛了，然後我個夜班我人就去借了，佢店為一去借個口邊嘅，應該伊擺做頂擺個個口嗰啲啊。最想花車啊？我花車啦。我或者我仔樣啦，你就教我邊樣落車咧，伊就唔知行去大路哩啫，我就冇去住。你我人就行去坐了叫物件咧，伊個冇來哦。你我徛了，我人看去，看你徛了後邊嘅路邊，我唔知做蝦米啫。我人看你伊在路邊做，我唔知，咱冇去管你。咱伊到底係是我冇去問，冇半行嘅啫。伊徛真係久啦，徛咧我看無伊跟住嗰隻個看到伊，個看無伊唔知是苦起苦落做蝦米，我諗唔知伊做蝦米你知哦。你句後我話冇去問伊喎，你句嘅季節咁伊抹來冇咩病抹噶，伊安迪來咯，來維斯伊咧，我咪出去念上節你勁念啦。你我哋咪安迪都愛去袋落啦，你安迪個哎呀得咯，為我講嗱下邊，你要命我你知哦，冇咩病你咩？你笑啊！你叫我媽去遐咪倒落位，遐邊乜有啊？對啦，我講有啊，邊一間，伊講無啦，乜有來，你實在是遐咪想你啫，迄無冇白遐一看咧，迄間嘅對啦遐，應該用見那就是個下花嚟啫，下花擺個水，伊對啦啊下花咧下見那人講嘅香嘅點咧香你啫。我對咧南邊啊。伊係對咧個後邊伊下咧花咧假花咧血啊，你睇你唔驚你就掉架一大堆你就，你話我講，真係冇有啦傳啲戲你就，你講你俾佢燒嚟講你咩話你就，實在是係咪第字你就，我人個仔講是邊，你講有啦對啫，伊講冇啦咩有，我講下邊對咧就等我捌去過嘅講冇。伊講你是對咧，我去看好嚟啦，係白頂我講佢就，即係意思係見那紅哥徛到，揸幾日徛到，邊去擺紅哥徛到，對咧。你咩喎？你去坐喺咩紅哥去幫住，乜有貪幫住？我講係咩是見，對咧，把邊個第一那紅哥喎，你到後尾苦一苦咯，一邊擺啊，笑到好笑，我笑到邊。計嘢冇，你講嘢伊係只睇到路邊擺時啊，到邊伊啊擺，迄啲人鬼快伊，我有講啊，我講邊只是擺你迄個白線咧，還是西線？我諗住我西線，西線，咕咕線。我講出嚟啊，學阿叫我得掉啦，真係。人真冇電啊！人真係冇電。我唔知啊。伊個 line 冇好事。伊 line 冇事，你要聽掉唔知？我唔知。已經攰啊！阿 John，你使學我講無呢？嚇！你講。
我咧吼是伫哈根杜，不知道伫古时为哈根杜食 ice cream 甲我表哥甲我 auntie 食 ice cream 啊，然后有一个 auntie 啊，80岁老 auntie 啊嘛吼，看物件无清楚啊，老花了嘛吼，甲伊个 family 安尼款啊，行啊，但啊咧哈根杜的门是玻璃，但佫切真啊。清气佮打 sticker 了的吼，伊看袂着你 sticker 了，就弄伊咪啪！哎呦，老姨啊，老姨啊，阿婆呀，安那，你要弄到路哦？无啦，我人坐上架，坐内面了啊，听到砰一声，看过去。有改哦。毋是改啦，是上架。伊看袂着你 sticker 了，就砰落去。你唔知弄到要听老岁哦？无啦，上架弄饼安尼款。弄饼，这就知啊！八卦就知啊，弄饼告诉。弄佢只弄饼。八卦安怎你弄饼？唔是弄饼咧，就是有時伊人係迄個物件 at 迄個 height，I mean for 亂打破 at that height，為你會弄掉。了。But for 查某有時你行，本是弄掉都好，迄個 height 大起你會跌。卜呀！像餅本弄過，迄個本弄過，弄膠本夾過。係咪夾啦弄膠啊？你講下真係夾啦弄膠嘅故事。咪是甲我朋友講話，你講我看到伊嘛，我望要行弟弟要去學個centre食物件。講話，喂，你做不見去我啲嘢把攞弄搞了。對，你就香哦。哇！我係卡掉甲食啦，我啲邊笑甲未起來。我甲你講，一個好笑。啊，喂娃娃。我係表妹啦，但係也是伊有淡薄物件是無歡喜啊，然後伊就來我厝咯，然後伊就好掉咯，最後，好啦，伊就愛更伊一大噸嘅衫，咪物件，咁啦愛過來我厝就，然後伊更啦，後來我就看呀，我成日開 TV 啊咪啦。吼，出來較有聲，你看咱未必看電視機是咩看嘛？你看，我就明明看到到迄個廳仔邊看到伊行條來嘅嘛，我就殺掉電視機了，我就直甲伊講話咯，就講咧，啊真無言話嘅，你我看住佢嘅時 already 坐到頭。原來一卡插進去，哎呦！一卡自己插到落架票啦，頭開啊！伊講伊見到衫咧，伊冇看到你落架，伊個基本下地講，安怎實到呢個人會落落去？會炸到伊個視線冇看到你落架啊！John 啊，你好啊，講咧我結婚嘅嚇，OK，我講過一個啊嚇，actually 個攞嚟一個是我媽的，特別講我家己頭先啊，我就古早嘅時候，我坐巴士暗暝嘛，咱去行了暗暝了10點幾分暗了咯嗬，問你說古早嘅時啊，那時我都坐巴士坐啲後尾嘛，少年人坐啲後尾咋，那坐去巴士時咗，喺度有一個bag 咗咋喲，有一個 bag 咗咋，哇！歡喜啊！佢真係條白啊！我睇叫條女望望歡喜啊！我唔敢叫起來，你真係我唔敢叫起來喎。邊一個人坐個嘛？哇！有位看立片掉你真係喎！你把我隻手我立隻手，我到手我立到手咗，我立雞眼嘅你就。立舊舊無人嘅時啊，嗰時我到 Green Lane 嘛，立無人嘅時喎，咪。壓落去開嘢你白看咯，冇包女啊！人嘢了位卡啦，咯，梗好笑呢個老公。你諗話車嗰隻葵個幾走橋喎？你個被夾死冇數咧嚇！個隻超個多超嚇，冇女包女可能叫佢啊嘛！哇，我係基本好笑啊！
快講個字你快俾佢困一隻 last one。我 mother 啊就屬佢搏膠嘅嘛，你佢借轉都知哦，你流浪都知啊，伊類食啲內邊衫，他哋個食去大陸個食去大陸，你就夜膠啊，夜膠咧就去在幫下邊個算女就算女一個弱咯就。若咧依度伊類有誒度食起內邊衫是即個褲啊，唔知啦。那是喎，伊做咧咪是切一邊伊嘅 chest 出嚟，嘛咧就伊切伊 chest 入邊見到伊咪夾出來，我咧講人點能看伊，你知喎？伊又唔知做咩事，你知喎？咧後尾一個人甲伊講，我做你50塊，你是唔是款硬膠誒？你50塊搭啲類 chest 對面，太屌了！伊人成日講伊人哋好大條啦，硬膠你知喎？哇！你是唔是硬膠？你安尼肯做咧硬膠？伊講哇！我50塊搭啲，我心肝頭誒，講超個我唔識。真笑啊！喂，我哋開 OK 啊，我咁兩個 good night，我哋去困呀。OK，拜拜。OK，拜拜嚇，拜拜。你好。現在我就講我係使。講啲400歲記得你嘅。嚇。你講你是白布兵。我對，我去做工是400歲嘅嘛。嚇。然後在樣我到新加坡做工。แล้วยังหอยบาซาสิตอนที่อยากกินนี่ตัวไฮเวย์สิแล้วน้องเมื่อนั้นจิบบุยเจ้ามาแข่บุยเอาไปบุยวิวแข่พอบุยแล้วเศร้าสิอ๋อก็เจียวหรอกแล้วจะตาบอดีไปหรอกแล้วของอาหอยตาบอเจียวตาบอแก่แล้วเจนินแก่มาแล้วเคี่ยหอยเจียวมาแข่บุยหรอกแข่บุยอีไรว่าของกินของน้ำถึงหรอกก็คุยหลังเช้านั้น塗到一拗少呀，我會塗嗰啲面整啦，直接就做咩咧？開了到邊？頭整咯啊，拍邊度喺度啊？你講我卡落先，卡件先。特別你是拍就 Superman 嘅頭整嘅佢啊，你超係頭整嘅佢啊？冇啦，喂，頭到喂卡到邊整？哦 ，OK，所以你成日借掉啦，特別是頭超佢頭整。但係做班人攞料，會會攞個面整就搞啲 driver 會咯，一個明顯咗，嗰時做結陣嘅嘛，等啲會激那是樣無別啦，我就夾對嘛，แล้ว我係到我แบก會แบก唔知我แบก就嚟咗 click นั้นเรียบเนี่ยแล้วมาถูสิอ๋ออี激出來咗，出來一個明顯，出來 break 嗰陣時，一激陣時。半背唔整嘛？屌！頭นั้น打你位頭นั้น攰打到黐我線喎，咁講，交個我頭啊！之後點解哦？做無面嘢哦 ？The next stop 行路魚。無面啊！人個人就看到貨，個隻見到嘅，個隻見到，哇！個人兩個，交我頭啊你！你好似我唔是都乜多，你好似是激歡到你頭去你個吊片。一激背出來啊！就多成處性嘛，一激來會嘛。哦，誒你做到乜十一激唔係背係唔整咯，逐撲就喺頭入片喎。你幾粒大粒嘅激啊？呢是啥夾激นั้น啊？哦，誒你做咩？你是 chef 啊？你？對。你做咩？你 pastry chef 啊？對。有我愛我去新加坡時都請我不知啦。哦，會使。就比爸爸冇愛啊？嚇？馬路是。哦。馬路本事啊，馬路本事到新加坡啦。我到檳城就邊樣嘢，然後個個都對。喲，我真係是個 pastry 啊，喲。這是。你幾錢啊？你幾？特別你做事無裝嘅嗰個。我知，我是個隻。我是個知啊，唔是。特別我家己到處做，是講我 last time 咪是係做 pastry chef 嘛，我定到他才是。會想你做 chef。特別我睇到冇做㗎呐。特別我都把你 opportunity 好，然後成冇機會去做掉啊。特別 anyway， 特別我未你第一搞做第一牙超嘅時候咪第搞做嘅時候咩嘢？第搞做啊，我是 actually more to baking chocolate 那咯。哦 ，chocolate。現在做咩 ganache 做
ganache 啊 truffles 啊，這個 showpiece 啊，那哦，喲我愛，特別唔是好料嘅啦，是個 junior 個啦，冇講好料嘅多咯。畢竟把我對佢啊13年先，我清13年先啊，你已經啊功夫幾一年啊嘛。我做作個裏邊仔咯。嚇係咪嘅？你講咩？我做作個裏邊仔，scoop 在裏邊咯。喲愛，你話變啦，我就你還沒興，我們照食，做咕咕椒一條，我們照食。做啲見招。嚇，做啲見招嗰個好食，裡面都係 cream 嘅 ，please。OK， 然後呢是 OK，就咁樣講。然後別人外頭啊，全部講過啊。嚟先呢？幾講咯。係，使，錄上對就講。OK， 我講你啦，係啦，佢真細漢嘅，就係你在 Super Burma 嘛，你到咗 Burma。OK，咧，阿妹餅是唔是北京嘅條？嚇。阿妹就會是阿妹對面餅嚇。對面餅嘅。一隻坑地嘛，因為老伯唔知白車都白了咧，你人叫白嘅嘛，你白咧問路你看無啊？你這樣，就我是開門啊，頭開門頭插到龍溝嘅。插落去裏邊，然後咧又後邊，吹無啊！你這樣我唔知入邊，你話我未笑又個講起啫，未曉叫，睇你是隻細漢，一定是5歲啊，是幾歲，佢未曉考喎。你其實用，你問阿爸吹無啊？你個腳係車位啊？你看，佢看到伊龍溝個看到我，有個魚我去，即係向教個向頭對處，咁我攰炸個了臭你龍溝水入邊個部分，我阿爸個仔仔我對佢。夠我好料，即係佢每搭落去就是六龍溝。我講聽，其實啊，那邊那個人啊，安尼本地是直接破湯嘅，你就佢每六龍溝入面嘅就破湯，人開隻白車，咱去隻唔夾白車就夾落邊，你佢每隻人每是夾六龍溝嘅。你講到車，我去布勞迪哥斯馬吉嚟見坐車嘛，所以我朋友咪是打我咯。你講啲車，我說 OK， 我出來接啲後尾車本上嘅嘢車，我接唔到車。我一直想，那邊老闆人冇掉過咩？啊，學看人都冇掉過，接唔掉人車。唔，借落去，你都借我車，我車唔來。喲，車講數啦，我唔捌，我是講險咪起唔掉車咧，我唔捌借個人唔掉車。啊，特別我捌咧。我捌去做啲我放工嘅時啊，我放工我行去我嘅車，我講哎呦死，種嘅車未開，我當時我講死，佢就冇 battery 嚟嘅啊，冇 battery。然後我看到頭前我一個 snow 嘛，所以我頭前帶嘅有咧，你知我 snow 嘅時，你看有時帶頭前嘅開玩嘅 snow 得滯嘛，所以我而家開面踢你咯，踢你一啲啲彈，真白，所以後尾踢你 snow 嘅時看裡面，什麼咩事？要死唔到車，把人嘅車啦，但是講我冇去踢你個表見，我個牙卡去踢你車可以生路，你知哦。然後我個仔係人步來，我見少咁樣走，看邊個人過咁樣走。其實我剛才知道這小特別是無人知，我自己一人知呢啦。我到底我自己是我放工啊，聽到做 Apple 時咧做隻暗咩，because 我做換咧 Window Display 物件，隻暗咩時一開始出來唔知話2點幾3點啊，一出來個鈴喎。然後我就走去車去咯，一直在拎 window 嘅時候，往時我嘅門會烘起咋，伊上起來啊，伊酸啊結到啲入面咧，我門未開嘅咋，所以我第一我聽到一 click 特別我係 lock 未 unlock 咋，所以我就按過去另外一邊咯，按過去我係車啊你 passenger 邊嘅門會接咯，然後開啊 OK 開掉啊咋。我係住份物件，然後被咪是接下邊嘅門，然後被刷過去另外一邊咯。然後即係被開掉嘅時候，再擊掉，然後刷你擊掉嘅時候，我塞出來揼波。我想要幫賠，你知我想要幫賠，一隻撲就係，哎呀死晒揼揼啊咧！然後死啊就揼揼啊話債唔對皮啊嘛，因為我琴日去搖啊你tissue 啊車 tissue 好，而去穿去我褲裏面看，換到物件咯。
了有影看到有屎放出来淡薄喎，了啊！我驚到我車，所以我後尾驚就是要出喂咧，叫聲嘅事嚟啊嗬，了換車了對，你再地出嘅時候，淡薄就抓淡薄啊，了。那換那零喎，零啲嘅事，那換那零，依卡出一邊成淡薄零啊，然後對厝嘅時我靠掉滿啊，掉到我靠滿就屎。我直接把放屎落去，我無掉掉，我唔知係放屁啊，好像一成閃屎出來，你看喎。放屎老婆，只就是冇白。你冇話白你講，我就係點講？我聽誒，實講喎，我都聽。講下，額頭。是講你口卡鳥講聲啊，冇白 sorry 聲。冇啦，冇白講句嘅。你講句到底你 First Avenue 會講下。啊，我都未到底去聽。你你講咧冇單。我咧可是印尼籍嘅啦，這裡印尼籍嘅嗬。但係我都講你八刀聽了嗬，真係是八刀聽啦。還是唔知啊。但這裡真係有啊。我直接去，就要唱個去八刀啊！sorry 講就會講。你八刀聽了？我係先至叫我唔知叫我學一個係咪啊？answer 講啊。answer 咯，講咩 answer 嘢啊？answer 啊，叫你答物件。問題啊 question 啊。你每樣物件啦嚇。然後我未曉，係 answer 嘛卡掉咯。這個是卡了後，這個未打閒了，就放淡薄安尼看咯。你是八刀聽啊？你要放屎啊？他是印尼籍未曉講過嘛？未曉這個 communicate 跟別人講嘛？了，那出來了冇了？然後聽到放假了啊？冇啦，放淡薄啊！你哋嗰個死個我係用手去幫過，用手去幫。外邊啊，唔是用手簽自己地礦阿炳啊！我卡會幫佢喎。你幫我而家嚟 B 隻個西 B 下。冇人真係齋幫佢喺 B 嘅齋嗎？你好嘛？你有只有擔成間日本留言咧，當擔只看喺 B 先出。炒了，我成個地笑啦。嚇，你地笑啊？我啦，炒了都地笑啦。嚇了，做你家先生拖。我咯，對嘈架，我係嘛都講我老細弟弟講咯。你係咪你幾節啊？幾節啊？冇啦，係咪幾節？我講你冇。如果亂個嚇，亂個對處啊！對啦。你冇人想講，哎，真係吵誒，冇人呢。哇塞，緊低咩？對啦。你卡住耐啊！喂，緊先啦，我自己咪講啊。我自己，係啊，講先。八卦講。我真係喜歡嘛，就講近日你知我去迄個聖安是咪多數卡？多數卡對。佢哋講知我去，我講安尼坐人買啦，我坐車咯坐，แล้ว弟弟講買咧咪就買咯。你講 OK 啦，載落去啦，แล้ว我就真正無歡喜載去，載去白車入去，แล้ว特別去買迄個蠟蔗啦，咪嘅香咯，咪香咧蠟蔗時聽到頭毛掉笑。擼嘅頭髮條線啊！我講阿張 video 靠喺大邊咁，頭頂嘅咧，跟住條笑。咁我嘛就講下，我就跟你講咧，叫你唔得安尼講。冇線嚟啊！事實就笑呀。是咯。Oh my god！即係確近呀，你確近呀。我講一個是我舊嘅啊。
佢真係拍拖時仔，girlfriend 是坐摩托嘅啫。你時時用部車，然後用摩托仔嘅，你就拍殼咯，或者慢嘅。你拍殼，一頭先嘅車停嘅啫，伊無去注意啫，伊就浪落去啫，蹬隻鞋喺那，蹬隻鞋。你車嗰個行到對伊實無拉沙定車，你伊無管你自己嘅，你佢哋講話你後尾無聲啊，你就喂。你無後尾成日逼佢去實在啊，佢家隻會啊，伊個 friend 到落借了後尾嗰個嘢，又唔知，借咗隻會，我睇你到佢啊，伊個 friend 唔加字幕到，而家你字幕到伊咪出，隻會個苗起來喎，佢家啲會啊，背頭哎呦死啊，啲會啊，伊個 friend 個借了後邊，後尾換頭後尾再。我都對仔。Oh my god！ 我超值啊！阿John，I change some information，但係我老細啲地蓋，數啦。但係我老細啲地蓋是 nearly 放我了嘅。哦，我放我等陣。所對，日輪。但係我講聽你講你節目都擺好，我隻朋友們想啊，伊隻管咧6.4啦，然後你在 Asian 6.4真正管啊嘛。你實際嘅可能，所以我借你看打急啊，什麼事？我朋友人仔嘅事，即係我冇看到只表講，伊到底伊咪是伊做 passenger 就唔是伊搭埋咋，然後伊做 passenger 伊卡就真正垮，即係搭翻就真正垮啦。伊卡佢成日伊折起來是伊捏，然後壓起來就大。然後伊度硬灰嘅時，伊卡就伊度下卡落來，就夾掉咯。你伊卡就壓掉啦。隻可以夾啊，朋友夾起之後，到底夾落去夾掉。伊就走去邊啊！你到底冰河頭整嘅，冰河硬灰長灰，伊講走去頭整嘅，你夾落邊？等一萬年咧，是朋友夾翻緊講，伊冇到啲後背，一個運到啲嚟仔。左頭我跟慘個啊！你講你就未叻聲呀？我冇項目多年嘛，冇第一擺項目多年嘛，個暗暝無去哦，我無看到一個3把湯啊，我落腳啊，哎呦慘咯，無接那邊啦，特別是我冇多接那邊哦。啊，真係3把湯真大咧啊！係啦，你講你古仔嘅，古仔嘅東三巴啊，我再看伊係是世界咧。你是你車嚟載你啊？哎呦，慘喎！你安怎係接伊車？安怎你接過去那邊咧？你冇得擺？我是愛玩都無看到阿妹弄掉去啊！你冇安怎我成個安怎係接嘅那關？還是伊邊有門嘅啊？無有樓看唔到了誒，但我無看到無小心打機唔掉啊嘛，緊張啊，項目都接那邊啊！你決定買接佢啦，3把湯那邊啊？係啊，只關哦，只關哦，3把湯真係接，我就想未到。無，伊3把湯邊唔是有坑咩？我是弄接。哦，我哋坑佢接。3把湯破起啊！我那個人冇多出來先，我真係。Hello， 吵不死哦。攞隻上面死未了。嚇咩嘅？攞隻上面死未清氣啊？係咯。哎呦死嚇！直接俾講未得乜？就你個會記講，你會記講，我有一道嘅時我考車時未記丟 handbrake。講佢，慘喎！講佢，攞刀，頭先嗰時我是考你騎你山 slope 啊，騎你 slope แล้วเหรอแล้ว唔是講愛拖 handbrake 咯แล้วตั้งแต่รู้ไอ้กุยทะเล slope ว่าสิรู้แต่ไป成係咪成換 glass แตก glass แล้ว換 first gear แล้วก็ปัง handbrake แล้วก็ตะอยู่係咪你看你嘛อยู่之類 process 嚟嚇，呢次呢個係真啊！咁我上下就做，你騎一邊夾邊山坡位，然後你 brake 一時 Q 你 handbrake 啦，bằng free gear 啦 come engine，一叫你實時個 create engine 嘅時候，你特別立掉 glass 嚇，唔使拍，冇拍 first gear。冇啊！呢部叫把人拍死啊！呢部叫把人學
，I mean 講 still 是 on 掉嘅車。free gear，超 on 掉，所以你特別拍掉 first gear 咧，立掉 glass 嘛，แล้วปั๊ม油淡薄咧，是ปั๊嘅 glass 係 key 咧嚇，แล้วก็ปั๊อี車 Q 啊是個ปั๊嘅 handbrake 嚇，แล้ว就係緊張嗰陣哦，你話搭油咧，嗬，你話ปั๊你 handbrake 咧，嗬，你話特別未攰哦，咧一用阿妹儲落嚟。你搭啲車去㗎？你搭啲車去啊？係會啦，要啦，安怎未行嘅啦？一倒地，你有立 brake 哦？啊，我冇咧，暫時我見時候我未見 brake 你搭嘅，有人就嚟個，冇人就嚟特別 feel。你不要緊咯，飛咧不要緊啦，嘛考第二刀咯，對，你嘅考第二刀啦，嗬，攰了，來落來嘛，嗬，伊夾簽嘅嘛，對，你話嗬，伊夾簽咪是，我係車慢慢行哦。我要考滑車，我唔加騎妹。你都是得加啦。你計講車裏邊有古啲嘢唔少啊！本來冇拖 handbrake， 你要 fail 咯，fail 咯，冇會啊！個仔 fail 死啊！梗係講盲 fail 啦！哎呦，你咪搞佢拖 handbrake 啦！哎呀，就是啊，誒，我是真係是我朋友，不是唔是話啦，我朋友我做工北樓嘛，啲管子樓，你我看落來是看到我北京嘅落嚟啦，然後落北京落啲管子就冇出頂冚嘅，然後人講哇，追車走，唔使走去個，我那朋友嘅車嗬，伊拍一百啊，伊是咧有淡薄 slope，伊部咪踩，伊旁邊冇 Q handbrake 就是，那是一車嗬，佢慢慢倒地，跟後尾浪掉，後尾成車佢都知哦。已經起來樓頂啊，就起來樓頂啊！我哋看追車啦，到底追車每過來時，我就揾到我嘅朋友。死就後頭咯，佢就落去山車，佢不要經過浪破嚟車咯咋，一浪破嚟車，佢唔是別人，佢是我人嘅 group 嘅朋友嚟，伊個唔是一個機車，伊是去車去修理啊，學伊隻 service 嘅車，我 service 嘅車新車浪就破去，嗰度背。後頭就有追車啦，講佢 office 講嘅亂啊，走嚟走去追，唔知追咧，追浪到一個，哎呦死我係，你看一點，我冇講啦，你看一點點。紅響我決定，人講話點點啊，嘢喺數時，一直頭自己行落去冇夠我講，一真係啊，歹勢咯，就是啊，個積壓，嗰時你話快啲同我講嘅，如果葉朋友啊，樣去樣達到樣出去啊，把朋友覺得仔老去試咧嘛，樣試黏地就。我啲朋友食物件啦，好像食唔食同樣白多聽你就，你走去食慢啫，你覺得你硬哥嘅，你食慢咧，你話白講，哎，咁你估個冇出來嘅，差不多半點鐘嘅，伊講白多聽，伊放曬，啊，幾啦，咱講放曬唔係啥事嘅嘢，我伊個冇出來，個出來半點鐘個冇出來哦，啊尾7、8字個冇去卡門伊啫，卡門伊啊，你伊講哦，等你，我愛好嚟喺嗰度啫，啊尾出來時啊，因為爸咪講，你食臭味嘅，佢食臭細味嘅嗰度啫。你有冇覺得佢嘢多啦？你臭細味一直嚟呢嚇，就係臭細味就掉。你就等人哋誇伊咗，你看你真係冇乜樣梅嘛？你睇係咪數？你知哦，我搞笑時啊，我咪出嚟個唔加出嚟嘅，係咪數咧？哇出嚟咧，伊就係就係勁。伊放曬了，伊是苦嘅啫嘛，伊唔知去講話，伊手去擰啊，伊規個手去啊，攞頂啊，攞頭頂管會頂個手去拔刀，你見有埋靠，伊又有放曬無水，你如果愛嘢咪嘢，伊又是講無出去咧，伊又無去講話，伊冚咗去無嘅，個未記啦，你伊咪嘢，你特別落去伊家己誒使去嘢，你無法咯，嘛就愛面水你就。也是去嘅，但是洗個未出去，邊一出去誒嘅冇有我哋你個掉晒我，呢個頭就俾你話把會咬人㗎啦，我咬，咁啊
你無鬥呢個未使喎，一句擺攞擺㗎啦，冇超氣喎，呢個冇嘅，一個派闊，呢個唔就係咗你就呢個牙超嘢，舊尾你牙超嘢咧，寫未切結個頭西面。哎呦，佢係點吹？超，但係呢個嘢西。不，你個誒，等陣話俾 floss 嘅 floss 曬嚟自己。個未使搶我，呢個未搶到時呢鏡唔使掉到落去。個攞俾我，你講個誒爹攞你攞擺㗎啦。曬你講。Oh my god！喲，幾啲條笑啊！這樣嘢就我頭告訴這樣嘢。你講啲事你我告訴你。你講八個。古早朋友甲了啦，我人真正是甲有煮嘅物件咧，我人真正是甲配出來了。啊，即個我人用我人骹去踢伊咧，看就讀地方嘅。所以我人嘛是去海邊哦，嘛是食啲橄欖咯，橄欖係幾塊大粒嘅嘛。所以 OK，甲人講 1 2 3配踢，看到頭殼，我物件來解就起來。最主嘅朋友嘅配出來嘅自己。你一浪仔要繼續叫？唔知啦，就是啦，意思劈額頭，我飛機翹起來寫，你都接佢嘴咯。個撳寫係嘴個撳。傻噶了，傻噶了。寫嘛，傻咩？你條曬。使幾多手機拍個掉？手機拍個呢個使喎，呢個邊冇手機邊嘅咪喎，呢個直接大邊大股咋，大未起。佢梗係掉曬呢手機啊！哎呦，是吧？其實你講到好笑嘅物件嚇，夾手機嘅物件。即當然較少啦，特別講到夾手機物件即啦，好似我北上 YouTube 時候冇看過啥，人講我講手機背出來啊，啊是人笑。有一個 YouTube 哦，阿伯啊，伊咩人伊夾手機出來哦。對，八刀微微我老就成日看啦。有零嘅有冇？背後零嘅有冇？哦，阿你是個樣嘅喎。哦，佢樣，嚇掉你一年嘅，即一年查某嘅。掉少年後尾考嘅嗬。咩，撲就背出來了，就去我記。我想有一個老人嘅，唔是唔是講笑日本啊，就笑，撲就佢哋就去背出來，那個翹起來個頭度對。我講嗰陣咧，我講特別看戲嘅時候，一個人我去看戲嘅時，一到我伊去後邊病啦，特別一個人我去看福波。你看福波嘅時候，伊到喺後面，伊特別老人啊，到80歲歲啊，嚇，伊特別坐條看戲就是比戲啊，特別伊個冇伊比戲嘅時候，伊頂面一擺出去啊，落來底戲咋，你就諗困起時咧，全部是開起來咯。你就，你全咧你就你想開是一啲做咪落嚟咯，特別啊，一頂面一擺就基本落嚟就，所以一開咗出特別一手機是假掉嘅。你就話佢哋 imagine 咯，一開開掉然後特別一手機呢擺掉落嚟就係特啲啲。你所以係噃，特別有陣時一貼出來係特啲，喂伊手嘅咧見掉，因為狗聽到就係狗係真係假嚟鐵套嘅。伊就教，走去教鐵條咧，有陣時伊係到頭殼未記啊，啲做困咧阿妹啊，你咪就去走嚟吹得落，你時喂教教去即個伊個咧幾擺手機到底喂個名稱會下掉，然後喂個車伊走去時唔知，我看到我手機，我講，你看，到名稱會我今年啲教掉伊咧，按照你教我手機，伊就該列到啲我教我手機到導致個記吹我講。除掉一就嘅就豆差冇一部尋，80幾歲一部尋啊！笑死我啫！我頭告訴，嗰就個阿你咧，我我頭嘅即個八寶冰，我想到你嚟做，我頭物件，
我想到，人講起食嘅物件，我想到講我頭去新加坡做工嗰時แล้ว the first few weeks 嘅時啦，มาที่แม็กซ์จะมีเดียวand then 我交ไว้嘅朋友ที่แม็กซ์จะมีแล้วว่า order สิ่งแล้วเขา當時冇講食藥冇講係咪嘛แล้วมา想哦มา order 唔使講馬來西亞麥對我見食咯麥係吉汁係咧99類啊99類對係 pickle 係啊 pickle 係啊我啦，伊是內有 tomato sauce， tomato sauce 對，咱有，好食。然後嘛有，即係我哋唔係一個冇人有嘛，然後介紹人伊係邊人咯，give me a egg please，你人看到我就breakfast 然後我看伊冇嘛3點幾4點嘛，no I want make egg，and then 伊介紹到嗰啲 trainee 咗，然後嘛看我咧個叫我等陣咯，然後叫伊個叫manager 就唔使嚟啊。然後講yes 來咪，我講I want make egg，那就看到我講，我看到伊，但係我成日就特登整部 make egg 嘅咩，佢就有嘅嘛，味道都嗰香嘅嘛。然後等咗兩位朋友多個口味，一行接埋咯，然後伊咪就會點寫啊？之類 last few years 呢 ，last few years。哦。特別到新加坡嚟啦，新加坡嚟。哦。然後朋友行接埋，佢伊咪就問咗朋友你 friend 嚟咪？然後嘛，佢講我係 make egg，然後我係 friend 嗰邊講聲咯，you want make egg？ 哇！伊排隊人我看到我咯，然後我邊佢看樣，我個看朋友，全部 make egg 嘅咩？我朋友就講 make egg 係咩係？你朋友唔知？哦，我意思是講新加坡冇啦。新加坡冇 make egg 嘅。哦。誒，咱當今個有 make egg 喎，當今 make 到咯。係我講，甚至我唔夠我哋。Mac egg， 我小同學成日講you want Mac egg 哇！我頭家講好，你有幾時整個傻？就有邊一？嗰時好食啊，Mac egg 就。係我食嗰隻 Mac egg，一煎咧一類，一小隻 ring hole 一類起來，所以一隻罐罐一地，嚇你嘛？Mac egg。當今個Mac rendang 或者 Mac rendang。Mac rendang 啊？古早我食過一道古。你在下面數買味哦，幾好皮嘅，數特人講了Mac egg，冇咪睇類。冇成味嚇。99類啊，嗰隻。係啦對，我哋見隻 Mac egg 我係記得到，一聲就。Mac rendang 是係一個味嚇。應該是，應該是迄個Prosperous Burger 是 Chinese New Year 搞嘅，係你 Mac。你在嗰邊有未 Mac ribs 啊？冇。嚇對未使，嗰邊冇被杜拜嘛嚇。冇。是咯，我係不愛接。Mac ribs 正是咕咕一擺啦，唔是要被 Mac ribs 嘅。麥當勞成，但我講起嗰個學頭嘅物件嚇，當時你學頭是你感覺到，那是無人看到你嘅學頭時，你家己一人是無咩學頭。你講成日捌做成日講無，再講成無人。你做掉物件是無人，是想講無人看，但係紅險感覺到4個人看掉。所以我比較曬一邊個去車邊個人看掉，你我安尼。你想講無人看到，還是有人看到嘅？是有人看到嘅。是啦。直接講未？我知道 meeting 哦。我 meeting 我用 Skype meeting 嘛，即無危險啲我係 boss 我係 boss 看到我被坑，我有攰你 meeting 嘅笑啊！到處 Skype 嘛 ，Skype meeting 啊，未記啊，未記是有到 office 係咧，我等人看到我被坑。我這報價人，這裡來錄工嘅人，但是報價不看嘅話，我被坑曬。當佢咪啲切掉。真係你一人下咧，來43人聽喎。我看到安哥冇打哦。當見了嗎？隻 room 有人我冇去隻 room 未看到。伊寫一個安哥冇打 ，working up hearing 個家驚 on air。哈。哎呀，死！แล้วลองก็มีกี่ก็ไปออกทำแต่ว่าจริงๆไป講嘛，講直播講無聊個即係八寶餅。
哦，你講咩都未記啊？但係照你講緊落啊，即係個講緊，所以你講佢講成係講成。哦嚇，對，你講無人看誒。哦，當時嗰陣時無人看，特別是像學頭本咯，你家己少咗家己歹勢。有當時去咖啡咗，去咖啡食了我放曬咗。然後愛放啊嘛走去咯，行進去咯。and then 依間嗰邊正，按照講啊，正 stylish 啦，以為。然後伊toilet 啊，查甫啊，伊picture 啊，唔是像 normal 嗰種，樣做到真係奇怪。fancy 哈。啊，แล้ว你看，唔知你放曬你極曬啊，未當啊，你看你看咗嘛？即係講。แล้ว我看，這我質疑哦，質疑無人哦，質疑未放曬。我真係想，做啲嗰陣奇怪，不如查甫都有啊嚟 urinal 嘅嘛。對。แล้ว想。maybe 這多了無咯，樣可能做 cubicle 了。然後我估聽到查某一擺聽咗。Oh my god！ 特別我是放曬了啊。然後我想，哦，是啊，這查某做得冇個人做，冇人做出。然後寫了這個15 minutes 咗。15 minutes。你跟你朋友去哦？啊？你跟你朋友去還是自己一人？我跟朋友翻去。哦，你試啊，咪等嚟估。啊，就算一搞個15 minutes，我加晒15 minutes 嘛。哦，哈。然後在邊等，冇聲。我想 OK，在等個冇聲個出去咗。哈。然後嘛冇聲，就個開面就慢慢開，看我好難咯。然後佢就冇丟掉。冇射手就走出去，唔搞我哋射手就走去射了。哎喲，係咯，我不知道是我背記者話，我 almost late 咧就 boarding time 搞啊，有時我就衝入去啊嗬，我就看到嗰啲去 check in 咯，就係是 check in 我看點先個村淡報過去啊，我看咩我別得閒咧就會留啊 check in 咧係是走去就慢嚟行入去啊，先 feel 感覺真係冇咩想嘅呢，我 airport 嚟特別有去嘛，我咪就冇咩想嘅啫，然後看。你試部 urinal 成日看，試一啲直行唔掉啊！走出嚟嗰時，查某嗰就冇人入面。斜講嗰時走入去啊，冇曬棒個啦，好個滯。我看到呢隻感覺咧，就係就諗佢感覺啊，就係見到冇上向嘅嘛。你 feel 到真係冇咩上，係咪冇咩對皮，唔知係咪物件？嗰陣時冇 urinal 數。少，或者我都冇人看，但係佢 feel 到計我頭嚟。係啦，少，掉本。哦，我會記過，我是去食車哦，食車啊，我對班就一半，有一個安迪節那邊，我老誒，你安迪節唔對，是你節唔對，伊節唔對，有喺你搭波班就嗰邊嘅嘛，唔是咩？然後我講 excuse me，this is a guys toilet，我講，他講 really，我講是啦，我講我講對哦，你講。是咩？你嗰個係老人家話有打波有這裡咩？你未試啊？你有幫就裝自己哦。我冇，我是了嘅，一個奇怪啲一節嘛。哦。然後快一節啊，好踩一節我幫就了啦。係啦，冇個都係裝自己啦，成日看得貴。別去個口音嘅。我記得教佢是隻車時出來，我真係啲 comment 到你 camouflage 考起，真係打。別得我一個叫我跳瓜到邊，哇個慘咯。係啦，個條嗰陣變到胖臭就險。會話嗎？會話講咩 embarrassing story？我 suddenly 想唔起。你本時間冇單寫 everyday 是 embarrassing story 你頭啊！搞啊，怎麼？這裡咧兩個俾住俾 extra 俾講啊，兩百幾歲咪腳底按摩，卡底係咪？按摩嚇 ，massage 嚇。有一道去時啊，袂要跌落去呢，我就是笑到未停。你見你啊？等我笑了先。你邊個你看了？安尼serious 一句我都佇迄邊，你佇邊打喊笑。我講
我第驚就是人按摩咧，你知道？按摩身軀還是按摩卡？按摩身軀本好，我本驚，我驚人動我按摩棍咧。哦，這個幾年咧嚇？嚇，你我係講嘅。我打對其實我幫你按摩棍啊。嚇？如果話你成個我指嘅，我指袂使哦，一到回本啊，你做按個你啊，一不會笑嘅，咁唔要緊咯。但是講有去做 massage 係按怎講係都要食藥極掉。哦，輪掉嚇，輪掉，袂笑，愛笑啊，特別袂笑。哦，我當時我要做路啊，我當對其實我哋咁樣訂啲按摩棍啊。睇你幾啲？唔會啊，變先先話別笑。就係你成日講啊，手係到我係按摩棍咧，俾我不得笑嘅。你幾啲咩啊？我係。我呢次定住我叫你落你笑聲，你幫你個按摩棍。哦，跟住幫個見啦。掃啊掃。我同你講，แล้ว我 friend 是做 facial 嘅嘛。แล้ว我但係佢為你，就是我第一件就是我同你講，你洗面嘅時候，你mặc當洗掉我按摩棍。facial 是特別有嘅嘛，對。你寫白啲嚇。我一當。然後我講啊，佢勁粗，你講嘅喎，你看到你講得係佢嘅嘅。我冇記哩，我就是個 massage。我特別對佢哋就是叫 massage 咧。即係啊，我在八卦女人，是不是？我聽你笑，我們在你是講搞笑，近線成日玩嘅可能。是。所以我在，人嚟看下往時啊。往時你係成日，你捌掉過成日有咩 situation 時候，成日你袂使笑時，你可能硬愛笑嘅喲。哦，吧。你係咪正經？亂個關係。係啦，咪正經嘅時硬硬亂。成日看一個 presentation 嘅時咯，你喺你人講真係好笑，哦，我會記，反正我會記一個，他切點先 science class，你在 biology class，伊嘛是有一個人講啊 plastic 嘅咧，show 你 internal parts 㗎了嘅嘛。對。因為stomach 啦 intestine 咧，伊會剔出來啊，喺你先生就剔出來啦，哇，超，啲尾攤特別你先生是真惡嘅啊，所以咪是啲，特別你講。我真我唔使講係咪？你話少啲極掉，少啲一潮，少啲成句啲轉你，誒啦我成日日攣嘅時，你勤講咧，要潮嘅時，我諗佢就是有咩啊？我諗佢就是念經嘅時，特別成日我係 judge 人嗰時，我規定人 gathering 啊，好 group meeting 嘅睇啦 ，group prayer 呢，呢時念經嘅時，就是講一人 start 外歌啊，是話只 start 咧，下往到啲轉咧，我覺得潮，我特別睇咧，啲跳咧成區，那未使就是那潮嘅，是啦，亂，然後嗰邊佢咧被波槍。了啊！笑打嚇，或者能夠講句，咪是講人聽眾，即係 request 係幾年啊，人咪講人學頭嘅故事，所以不單係個無相嘅，就夾邊人咪講人 share 人嘅學頭嘅故事時咧，到底係即學頭第三出嘅時咧，就到底嚟講。今次即禮拜特別嘅邊是大媽走去了嘅老椒，有時個有老椒微微娃娃咯，แล้ว個差唔多老本呢嘅椒啊，大家當見浪個了先嘅，啊嗰隻老椒可看呀。แล้วเขาขันยันจะ冇ตัวอย่างอ่ะ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 I think 係 Lucy either 是冇冇白，還是 Lu 呢？讓別攞人出嚟，攞人出嚟是邊ตัวอย่าง一個人。แล้ว啦 upgrade 去 Unify แล้ว哦是啊有呀 upgrade Unify อ่ะแล้วก็ตามมาหารู้จัก的จะ upgrade Unify แล้วว่าไป Unify ตั้งแต่ปกติแล้วสิก็ตามมาlesson 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จะ啊比娃娃講啊，八卦加即個八寶冰。誒，但係嗰個是飛機，話咧哦，阿莫丹，แล้วก็莫丹啊，冇飛機，阿妹 ，save the best for last 嘛。thank you。save the 第開幕咧就是玩阿莫丹，今次啊，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嚟再見，拜拜。拜拜。拜。